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伫咧台中大雅起伫农舍的违章工厂害死2个消防人员，也发现台中有87000件的违章建筑。香港政府在今仔日下晡3点宣布，民众袂使伫集会时阵用负面的方式阻碍警察来分辨身份。台中丰泉国际公司因为减达7000多万的空污费，董事长等19人也被起诉。讲到伫台中的违章建筑免洗残旧工厂，伫初3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白白来牺牲。外界也批评讲，当时无人伫火场内，为虾米阁叫这2位消防人员入去呢？内政部长徐国勇也表达同款的质疑。不过，台中市消防局也出来驳回，因讲因有根据到当时的状况是无火势，才叫因入去找起火点，也表示讲一切拢有符合规定。那所有相关的案情都是统一由本署的发言人来对外发言。坚持讲无法度讲什么案情，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廖玉贤再去带台中市消防局、台中市检测中心等10外个检测人员，要来去发生火灾的台中违章工厂内底进行勘验，要查清楚火灾发生原因，还有导火所在。现场不闪时嘛是有一尊的烟，因为初3发生火灾时阵造成2个消防人员的死亡，不过迄当阵无人互调伫内底，说要派人入去，引起外界批评。为什么没有人的时候，那这个台中市消防局还是要派人进去？那他这个都在调查报告里就会说明。虽然讲目前标准的救灾 SOP， 火场内无人调伫内底时阵，唔免派人入去。不过台中市消防局驳回，消防救灾必须要兼顾人民的性命，还有财产的安全。而且迄当阵火场内底正边的厂房，并无烧起来状况。为着要预防火势继续拖，指挥官才会派谢志雄、张铁家2个人摕热显相机来探查火源，符合救援的规定。不过才短短10分钟，2个人就失去联络。铁皮屋的，或者是这个像小仓组的，香港的小仓组，我们每一项都有做一个演练，我们去考他们做的还有哪个措施。台中市消防局强调讲，指挥调度无问题。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朱地伟是表示，目前火场的指挥要点，并无确定的讲火场内底若是无人，规定无派人入去，所以推动消防法特别权入法是正重要。消防署的检讨机制是没有基层参与的，也无法审问现场的人员。那做出来报告到底可不可信？那我们也是打一个问号。2个因为救灾转来过身的消防人员谢志雄、张铁家15举办公祭，台中市消防局会对家晋升做小队长，而且根据要互因入去中烈士，仪式面顶卖砍消防旗，互国家来悼念2个消防英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初3，台中大雅有一间免洗残旧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不幸来死亡。这间工厂是起伫农业区的违章建筑。而且台中市拢总有87000多件的违章工厂，市政府拢也未去拆，而且全台湾也有3万多间无登记，而且拢是起伫农地工厂。国庆消防员将铁片工厂规个拆掉，先做好万炭工维护堂处理。我们想说现在有一个农业法，后面可以补案啊，我也不知道没过啊，临时今天也没通知就来拆啊。这栋伫台中雾峰一栋地违章工厂，台中市都发局再去出动大型机械拆除。这栋铁片建筑今年3月互人查报，4月认定属于施工中的违建，阻止施工，嘛要求地主爱家己拆掉，后来确认违规使用农地。台中市政府表示，这栋建筑属于民国100年4月了后所起的新违章，市府伫10月第1日白拆。这个本来它就是施工中的案件，那施工中案件本来就是列为我们最优先。它本来是在4月份的时候，就是被我们查报为施工中的案件。那后来业者他没有停工，没有勒令停工，他继续施工。
台中市都发局表示，目前台中市累计有87000外件被贴违章工厂，逐个月嘛是收到差不多600外件举报，但是白贴逐个月执行300外件，嘛是赶袂赴当地违章行进的速度。行政长苏贞昌也说明，面对有公安疑虑的违章，应该要进行检讨。正是要加强公安检查，就好像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有时候不是一个法律通过一个命令就能达到我们期待的目标。让这些所谓的未登记工厂，在它的这个公安、消防、环保要符合规定。行政院指出，希望透过工厂管理辅导法，那辅导那达到莫搁再有公安污染的疑虑。公民团体认为，政府不应该伫咧发生意外了后才进行检讨，检讨土地政策，规划出适合的工业用地，才会当降低对当地违法使用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那消防人员青春年少就来枉死，另外伫南方蚵仔大桥长期也害着6名的外籍渔工来过往，其中上届少年的是28岁1年级的渔工。本地伫后个月就要登去甲伊未婚妻来结婚。另外，也有一位做上届久已经12年的菲律宾移工，本地也是明年要来登去。因的家属也在今仔日来到宜兰处理因的身后事。因若登去的桥目前阁爱保留咧，因为阁爱做详细调查，按算伫咧后个月15才会装拆掉。伫咧工会活动无彩抽到脚踏车，笑甲真欢喜，就是南方蚵大桥6个宜兰外籍渔工，其中资历上深的 Jack Miss， 伊拄菲律宾来的，其实伊嘛是宜兰渔工这个工会干部之一。明年4月份伫台湾做工课的累积满12档，照规定来讲，袂当搁续聘，必须要登去故乡。不过即摆来发生一个断桥的事件，厝内人已经等袂到伊登去团圆。Jack Miss 的太太伫殡仪馆是哭甲真大声，表小弟伫咧堆塑料嘛是目屎流目屎滴。同款真悲伤的个28岁1年级的渔工杜米瑞阿姐，甲这8阿兄。杜米瑞今年28岁，是这届离难者当中年纪上轻的。原本后个月就要甲伊的未婚妻来结婚，毋过嘛因为这场意外转来过身。伊的亲戚朋友、船头家拢真唔甘。他原本打算11月份要办理结婚，要回去娶老婆，然后已经跟我们请假请好了。我们也打算就是说，预计10月底的时候让他先回去办结婚，办好结婚的时候他再回来。虽望渔工的性命已经逃袂倒转来啊，毋过南方蚵的渔船已经开始出海掠鱼，伫临时航道排队出港。为着要保护渔民的安全，工程人员继续强化固定存落来的桥，保证登去的桥无刷叮当。等待我们检察官认定了我们整个拆除作业跟证据保全的这个作业是完备的，那只要同意之后，我们的工班就可以进场来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涨潮该当处理了，那退潮了，一个未当处理啊，损失多大啦。渔民讲，大概经过桥口嘛是个心惊惊。交通部表示，等待断桥的证据收集好了后，就会启动拆桥的作业，预计11月15进前会完成。若是拆落来桥的结果，拢会编好来保存。通做以后查清楚断桥原因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南方蚵仔桥断去的事件，除了伫昨港务公司的董事长已经甲透露资料以外，外界也关注交通部第2批要抬头的名单。也向也讲，港务公司所管理的8座桥，从来拢毋捌检测过。港务公司也宣布讲，这8座桥会伫年底进前来总检查过。南方蚵下港大桥造成6个人死亡，交通部承诺会追究责任，佫会追究2年来大桥维修验收的相关熟悉人员。针对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彦，互人请示落台，有立委批评收用文化若无改，嘛是佫发生类似的代志。林佳龙表示，尊重港务公司人事任用标准。外界对一些人士的批评，我们尊重。不过我想，每一位这个我们港务公司也好，这个航港局也好，的一些人士，都有他一定的标准。第2波出海的名单是不是已经出来，也引起关注。直接围观南方蚵大桥的家人港务分公司总经理刘时忠，是互人点名伫咧第2波的出海名单。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会启动后援专案小组继续调查。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会查明真相，追究责任，对全国桥梁建设全面检讨。
南方澳大桥的断裂很不应该，我们救人第一，接着善后，然后会查明真相，会追究责任。港务公司董事长自己请辞下台，也是负起责任。南方澳大桥属于港务公司所管的，大桥帮6出21档内毋捌做过独立检测。除了南方澳大桥之外，全台湾各有8座桥梁同款毋捌检测过，互外界烦恼。我们会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没有检测桥梁的检测。我们将请台湾世熙公司来执行这件工作。港务公司表示，下一步会优先检测这8座桥，台中有4座桥，1999年完工的中1桥，2002年完工的中2桥，和2003年完工的中南1桥和中南2橋。台南有3座橋，1998年完工的安平新港橋，2008年完工的安平下港橋，2005年完工的德溪橋，以及2015年完工的高雄南青联络桥。港务公司承诺会伫3個月內完成檢測。記者綜合報道。香港政府伫今仔日下晡3點來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定禁止服面規例，對初5飯點開始，所有人伫集會時陣袂使用服面的方式來阻礙警方分辨因的身份。這也是伫1967年後，閣再啟用緊急法。不過有真濟民眾無法度接受，伫政府宣布進前就上街頭來抗議啊！禁止蒙面規例，亦即係社會上已經討論咗一段時間嘅反蒙面法。規例將喺聽日，即係10月5日開始實施。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率領局處首長開記者會，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定禁止服面規例，佇初5半夜0點時生效。未來民眾袂當佇公眾集會遊行，也是無經過批准，各非法集會當中服面，若是違規，相關會當處25000個港票，含監禁1檔。過去4個月，喺非法集結進行暴力破壞嘅示威者，幾乎全部都係蒙面嘅。目的係隱藏身份、逃避刑責。我哋相信透過反蒙面法，會有效阻嚇激進嘅違法行為，亦都有助警方執法。林鄭月娥指出，引用規例無代表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是即賣香港符合緊急情況規例當中的危害公安。這條法律屬於新訂立後審議的原則，立法會16號會了後會提交審議。教育局嘛發現互各學校除了宗教也是健康因素之外，學生佇咧校內校外都無應該掛嘴罨，或者是用任何方式甲面紮起來。早佇咧港府下晡3點召開記者會進前，都已經有網友號召集會，中晝嘅時陣就佇中環集合。Wearing masks by itself is also a personal freedom. So to ban this will just make Hong Kong people even more angry and come out like this. It won't cease or slow down the protests. We are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survival, okay? And the world should know, if Hong Kong falls, the whole world falls, okay? 民眾掛嘴罨出席集會，其中個未少上班族人士，大家喊口號，反對禁止服面規例，佮強調5大訴求。佇咧政府宣布以緊急法推出規例了後，組織的人並無退散。政府總部佇咧3點半左右關門，現場佮有民眾大聲喊，呼籲初5下晡佇咧銅鑼灣集合，表達訴求，佮會記得掛面具。記者綜合報道。反送中是繼續燒媒體，香港政府真個宣布講禁止服面的規例，也引起泛民派立法會議員的批評，也強調講無經過立法會立法，已經違反到基本法，也已經違憲啦。不過每一個國家背景不同，有學者認為講，在這個時間點定止禁止服面的法規，背書是針對某一寡人。有可能配合着北京的天網計劃，用民部辨識來做管理，本地一國兩制香港，恐驚變做是一國一制。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連續3個月過，還未停。香港政府佇咧敏感的時陣訂定禁止服面的規例，引起大家關心。泛民派立法會議員批評特首林鄭月娥甲行政會議下過立法會，家己來辦法令跳過基本法規定的立法會是香港唯一立法機構，已經涉嫌威脅。呢個肯定係香港邁向極權嘅一大步。香港只有一個立法機關，就係立法會。而呢個基本法裏邊第73條賦予立法會嘅權力，大家都好清楚。而家佢係褫奪咗立法會立法嘅權力，就自己行政機關一個人説了算。
就係去訂立呢條例咧，我哋認為係違憲嘅。咁佢訂立嗰啲法例咧，就可以即係免除過可以避晒所有立法會嘅一啲審議，用一個叫做即係先訂立後審議附屬法例嘅形式去進行嘅。咁但係咧呢個咧都只不過係一個笑話。民主派議員認為禁止後面的規例對目前嘅反送中示威活動，敢若是治標無治本，等到會引起更較濟香港人的不滿。下聯政秘書長嚴岳輝嘛，佇準備要提出司法復核。雖望歐美民主體制國家嘛有相關的法律，譬如講加拿大、法國、瑞典、西班牙、丹麥、挪威、德國、奧地利等等，都有法規禁止示威者後面，也是講佇咧公共場所後面，不如個佇咧瑞典，法令敢若適合用佇咧示威當中，公眾定數受到擾亂，或者是有急事的危險。啊，若是佇咧奧地利，若是示威者無威脅到公共定數，無一定會去用檢控。中國最近真積極地推銷人民辨識系統，或者這個香港嘛已經有啊，所以香港政府才會定法要求示威者袂當後面。那這個東西就讓我們想到說，中國大陸的天網系統，那是不是中國大陸已經具備了這個相關的器材，進入到香港，以及配合香港政府來進行這個對於這個抗議民眾的一個收集證據，以便於未來秋後算賬。因為香港有簽國際人權公約，啊，毋過中國並無禁止後面的規例，敢是會去危害到香港的人權該觀察。不過個學者推測，香港政府後壁有北京政府的力量在操控，原本是一國兩制，香港可能偷偷行向一國一制。香港政府若是閣無注重香港人的訴求，反送中的抗爭可能無遐緊的煞。記者綜合報道。剩無到100天，就要來選2020年的總統咯。總統蔡英文也登到伊的故鄉屏東參拜國慶廟，伊也批評韓國瑜講伊講的話是袂放信到的。另外，賴清德也確定10月中要去拜訪美國，全力來助選，蔡賴甲也是真有可能的。不過，郭文德也批評陳菊講，袂使認為放拐過後半世人就來為非三做。蔡英文也挺陳菊，也愛郭文德講話愛謹慎。我要拜託大家，祝福蔡英文的團隊順利，好唔好？登來故鄉屏東，受到鄉親熱烈歡迎。2020年大選逼近，總統蔡英文參拜屏東的宮廟，前頭標準對手對韓國瑜佇臉書以一個假一休假，加私分的案件，質疑蔡英文用詐騙方式救護台灣，也講家己對選舉開心，斑馬貴人來展開反擊。是不是韓國瑜的臉書有說你守護台灣的方式是詐騙？他講這些有公信力嗎？他覺得這是場骯髒的選舉，那你怎麼看？他不是剛剛才罵我嗎？對着台北市長郭文鐵接受專訪時，閣再批評總統府秘書長陳菊，認為毋是前半生在家，下半生就使為非作歹。蔡英文閣再提醒講話愛小心細膩。我覺得柯市長說話要更謹慎一些了那他自己也講過嘛，抹黑別人不會讓自己看起來更乾淨。現在民進黨就是不肯誠實一面對，說為什麼在高雄執政失敗，為什麼會讓人民累積這麼多怨恨，然後再讓韓流可以興起。那你說我們為什麼會關心這個？就是說，我這就直接就講，台灣不是新潮流的，台灣也不是民進黨的。對着民進黨要求核實的郭文鐵無認為家己講唔對話，閣再講到高雄敗選甲韓流興起，但叫愛負責任。就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已經證實要在10月訪問美國，用團結台灣進行演講，全力助選，讓兩人搭配出現希望。蔡英文議員強調，在適當時機推出上好的組合。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市當日舉辦國慶日系列活動，市長韓國瑜下晡也去參加，呼籲家家戶戶攏愛掛國旗來表示愛國。結果話一轉西，強調伊家己也是依次無愛罵人，也講總統蔡英文做3年半，互邦交國變真少，這是事實。也講伊毋是守護台灣是詐騙。市長韓國瑜宣傳高雄要佇國慶日舉辦的一系列慶祝活動，也呼籲市民掛國旗。對，好多高雄市民反映打電話來說，好幾十年沒有在高雄街頭看到中華民國國旗旗海飄揚，大家都覺得異常的開心，異常的興奮。韓國瑜身兼總統參選人，也表現對國家事業的重視。而隨着投票率愈來愈高，伊的炮火也是愈來愈強。臉書頂面猛烈批評總統蔡英文自稱是台灣的守護者，卻是互邦交國愈變愈少，根本不是守護台灣，而是詐騙。下晡閣再來批評。其實這3年半的執政，看到中華民國對外交的關係一個接着一個斷交，
如何守护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我才讲，这根本就不是守护主权，这是诈骗行为。这是被问到市府甲台湾港务公司合资成立的土开公司，由前副局长洪东伟选任的总经理传出甲董事长背下这件代志，韩国瑜态度依然是无愿意回应，敢若对这场土开公司内部的风波无愿意有伤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也因为扩散条件无好，今仔日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是真歹，也是红色的。北部甲云嘉南地区也是干马色的。环保署也举行头一摆的联合区域应变小组会议，环保署也拍算要来推动修法，若准连续2天出现红灯，就会要求发电厂减少发电，连带影响工厂减少运作，来互空气变更较好。学生伫树林台甲红色的空气品质机救起来。中华线西高中用这来提醒全校的老师甲学生，空气品质来到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的红色警示。室外课程拢家己的室内上课，把体育课移到室内课来上。那我们会整体的是观察一下学校，如果有一些过敏体质的同学，也会主动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必要时呢会发给他们口罩。学校内底有袂少学生已经戴着喙安，另外中华市区也看起来拢雾噗噗，民众也明显感觉到空气品质真歹。所来空气污染的季节即要到啊，环保署4号分别甲高雄甲台中召开空气污染跨区合作预防应变小组会议，统计这2天全台电厂配合降载，总共减少4城市污染排放量。即阵也拍算修法，若是有部的空气品质地区会连续2天出现红害，区内工厂必须爱配合降载，若无用处罚。不过即阵依然是鼓励的性质。实际上它没有降载，这个部分是不会罚的。所以前面就是有关连续2天那个降载的那个部分，还是鼓励的。这波空气污染是礼拜六暗时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空气品质可望较好，延续到礼拜中部以南污染也是较累积。东北季风恐惊会带来新一波境外污染物，污染程度依然有待观察。有个下礼拜一，中部甲高雄屏东空气品质区依然是红色警示的等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西屯的丰泉国际公司是国内饮料包装的大厂，所发现讲，因自2011年到去年，毋但无正常拍开空污设备，而且佫制造假的排放数据，而且也减达7700多万的空污防治费，而且这的废空气拢无处理过，就甲排出去啊！台中地检署也依照着违反空污防治法、甲诈欺等等的罪名，起诉因董事长等19人。台中市环保局也爱因纳1亿2000万的空污费，另外也甲因罚2000万。气体现象仪器亲测翕到工厂烟筒正伫排烟，不过列现象仪器公布画面中却是常温状态。环保局稽查人员爬上厂区空气污染排放的设备，发现防治空气污染的设备无伫档，直接把有机的废弃物拢甲排出去。发现到污染防治设备并没有如实的一个操作，所以它的污染相对于会把没有处理完的一个污染排放到大气当中。这间位伫台中市西屯区的饮料包装大厂，厂方在生产过程会使用到油巴甲样剂，产生的废气必须收集，伫经过空气污染处理设备处理，达到排放标准才发度排放。严格检方查出，有机废气无经过处理就排放。另外，对2011年起涉嫌假造无实在数字，底部油巴甲样剂制定甲使用量8年。减到7729万的空气污染费，检方查出具体事情，起诉董事长等19个人。这个公司的空气污染防护设备，它只有星期一或星期五会开，就是其中1天会开，那其他时候是没有开的。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它本身处理废气的量能就是不足；再来，在不足的情况底下，它也没有，就是如常的在运作。检方除了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诈欺罪罪嫌起诉丰泉公司相关的人，环保局也追缴1亿2000万空气污染费。另外，以违反空气污染法，重罚2000万。而丰泉国际声明讲，已经开始改善，这种运作拢已经符合环保规范。其他单收到起诉资料后，才会对外发布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英国奉当作宠物的美国青皮图顶，这几年伫家己以南的地区，竟然有发现讲有族群出现，
也加做是入侵台湾西部的外来种。另外，伫东部也有生态工作者伫野外把发现过骨仔只，可见这个生态危机的问题也已经探到规台湾。中国的东海华公路发现一只大只青豆丁去互弄死，引起当地生态工作者的关心。后来，搁伫附近3公里的一丛树仔面顶掠到一只活体的大只青豆丁，怀疑讲东部可能已经去互入侵啊。我们怀疑它是野外建立野生族群。那当天晚上，我们就在一棵树上找到这只绿鬣蜥。其实大只青豆丁已经确定入侵高雄、屏东、台南甲嘉义地区，数量是超过4000只。伊毋但会出现伫溪仔，嘛会出现伫野外树仔顶，搁会挖空破坏河堤、食农作物。台东的生态工作者伫2015年开始就建立台东发现大只青豆丁的地图，到今年总共发现9只，去年甲今年发现的是特别多。专家讲，因为台东真外屏东，所以讲早就会当知影讲一定去互入侵。大体上可以知道说，更多跟我们的比较没有接触的环境，它一定有一定的族群。针对它的分布的状况，是否要列入移除的情形的话，我们明年度会再争取中央的经费。专家表示，大只青豆丁一届会当生20到40粒卵，生出来速度可能比掠到的速度较紧。专家建议，除了赶紧移除的速度以外，而且该提悬移除的量，而且继续来进行，才会当避免生态失去平衡，还有农作物去互损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互真。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初3的时阵，也团进乌克兰特使来问，想要了解川普甲乌克兰的案件敢有利益的交换。川普伫初3搁再公开表示，中国也爱对拜登因爸囝来做调查。记者也问伊讲，敢捌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调查？川普是当场回应讲无。不过，根据着美国媒体 CNN 讲，川普毋但有，而且阁向习近平来表示讲，贸易谈判有进展，伊会对香港的示威进行激点点。美国总统川普3号准备要去佛罗里达州进行，伫白宫南边草埔，伊阁互记者追问乌克兰盟事件详细内容。川普若讲到拜登爸囝值得被调查的理由，一方面伊阁讲中国也应该甲乌克兰相关来调查拜登爸囝。They should investigate the Bidens because how does a company that's newly formed and all these companies, if you look at, and by the way, likewise, China should star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idens because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s just about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with Ukraine. 记者所来问伊讲，是毋是也捌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斗3工？川普当场回答讲，伊也未安尼做。英国美国媒体 CNN 摕到的资料显示，川普在6月18捌甲习近平通电话，讲到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拜登甲参议员华伦，也伫谈话中向习近平讲，随着贸易谈判处理进展，伊会对香港的示威抗议未讲话。川普甲习近平的这份通联记录，相关互白宫放伫机密的电子系统，甲乌克兰盟通联记录属同一档案。例如，民主党所主导的弹劾调查案是愈来愈有进展。众议院情报委员会3号团员头一证人，就是前乌克兰特使奥尼克对进行10点钟的听证。奥尼克手机简讯显示，美国外交官员请乌克兰新任总统泽连斯基对川普的政治竞争对手拜登来进行调查，来换取泽连斯基到华府甲川普来进行，互大家拢知影这个访问。英国最后其实失去控制，演变成做取消军事援助代志。We won't have any comments about the interview until it's concluded. But as I said downstairs, I find once again the president inviting another country to interfere in ou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repugnant and a fundamental breach of his oath of office. It endangers the security of our elections and is a betrayal of the idea that Americans should decide who leads America, not foreign parties who seek to intervene in our affairs. 美国情报界举报人逼出乌克兰盟事件了后，华盛顿邮报3号消息讲，国税局有一个官员是举报人，在7月29向参众两院的税务委员会主席投诉，讲至少有一名政治任命的财政部官员想要不当介入川普甲副总统潘斯税表的年度积极。记者综合报道。
北韩伫初二发射的飞弹，经过美国加日本的分析，认定就是新型的 SLBM 的飞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无正面回应，敢若讲愿意互北韩机会进行会谈。另外，北韩的代表团也已经先到瑞典啊，为了初五的两国会谈做准备。北韩的国营媒体3号报道了成功试射北极星3号战射弹道飞弹的消息，强调是为了增加军力抵抗外来威胁。 이번에 진행한 세용의 잠수함 단도탄 북극성 3형 시험 발사의 성공은 조선민주주의 인민공화국에 대한 외부 세력의 위협을 억제하고 나라의 자위적 군사력을 더 한층 강화하는 데서 새로운 국면을 개척한 중대한 성과로 됩니다. 经过美国甲日本的军事机构分析，证实北韩试射的北极星3号是新型的飞弹。日本政府带领甲南韩之间的据说明啊，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议到11月才到期，嘛决定把资讯分享给南韩。另外，美国嘛认为飞弹不是用畅水船发射的。And North Korea fired a short to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 some 280 miles into the Sea of Japan. And what we know is that the missile was fired from a sea-based platform in the Wonsan Bay. 为此，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甲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进行电话会谈，都呼吁北韩爱停止不必要的挑釁甲飞弹试射。外国媒体分析，北韩飞弹是为海面的发射台升空，就代表北韩会当甲军火布置伫国土以外任何海域进行攻击。 美国总统川普无像过去正面回应，只表示愿会甲北韩继续对话。而北韩的代表团为着应对会谈，已经伫3号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准备5号的美朝会谈。记者林世彤报道。人讲妖鸡无尾随，妖人无少面底皮。咱伫中南美洲的友邦海地，因的国内是真无稳定。 民众不满油价甲物资是直直起价，要求总统爱落台，也直接出现讲有人杀人烧拍放火抢劫的代志，警方也开证去抵押，想袂到去伤害到记者。当地政府也打算讲要发一寡物资先互民众，希望会当先来冻点一段时间。 大批民众正来坐去，只个他为着要抢到政府所发的食米，咱国友邦海地持续不安。总统摩伊士当局拜时下令发放食物件含几公斤的饭，互遥不岛的人民暂时减轻经济恶化所带来苦果。Pays pays grand roulier, tout petit jeune pas qu'à vivre, pas qu'à à l'aise. Pays pays grand roulier, nous pas qu'à fonctionner, pas qu'à aucune activité. Petit jeune pas qu'à travailler, petit jeune pas qu'à l'école. C'est ça me donne. 海地今年以来面临燃油和食物件低欠，经济真弱，60%的人口一天赚无2美金。今年通货膨胀率更加有期飙升到17%，佮再加上总统摩伊士贪腐丑闻，引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要求总统落台。但是无人趁抗议伫咧抢劫，首都太祖港前几天佮发生记者互警方是弹甲手大受伤的事件，经济非常的混乱。 海地自本就是西半球上产食的国家，但是过去我靠委内瑞拉提供较少的燃油，即马委内瑞拉和美国制裁，家己都过袂好，连带造成海地的经济更加恶化。 Nous pas droit à logement, nous pas droit à l'éducation, nous pas droit à rien. Si moi c'est gaz, seulement là pour nous. Gaz seulement le pays pour $25 américains pour nous nous gaz. Pour gaz là tuer nous. Et c'est nous premier police là. Qui est là devant nous là? Le réel protéger servi. Pour protéger nous va gaz de ça yo. 联合国指出，最近的不安已经造成几大人死亡。不过，海地政府并无正面回应。总统蔡英文7月要去拜访海地，即马不安的情势是不是影响和台湾的邦交关系，也值得个人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南方澳大桥发生崩塌，交通部也随来启动调查小组。立法委员吴国昌在今仔日阁也讲，自105年南方澳大桥各项的检查资料，拢无检查到更错，而且这个检测团队却写讲检测良好，质疑宜兰县政府甲检测团队是伫咧伪造文书。
宜兰的检调单位也在今仔日派人入到建行科技大学进行搜索。无柜台的资料，立法委员黄国昌讲，南方澳大桥所有的检测资料都已经摕到。黄国昌指控，宜兰县政府伫1805年对南方澳大桥的检测结案报告无做更难检测，刷写桥梁的状况真好。黄国昌批评宜兰县政府和检测团队有伪造文书的嫌疑。这个调查是必须要在检测的范围当中，赫然发现拱桥里面所要有的要素，它还真的在上面记载。他有检测，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检测。黄国昌指出，依照宜兰县政府的劳务采购合约规定，南方澳大桥应该做更难检测。1805年，宜兰县政府委托建兴科大的检测报告，若无做更难检测，但民郑教授的检测团队伫咧结案报告写检测良好，偏偏结案报告嘛查无检测人员。黄国昌质疑宜兰县政府为怎样放映过？一座桥梁转包出去。大概给人家3000多块，中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黄国昌阁指控，担任郑教授的检测团队将几落件宜兰县政府的桥梁检测标案，以3500的价钱外包予其他的公司。对于被指控南方澳大桥检测有疏失，宜兰县交通处强调，1805年是专管的定期检测，民国88年了后，南方澳大桥应该归港务公司所管的，以因的独立检测为准。这座桥梁的检测是应该谁来做？那如果没有检测，是应该谁来负责？105年的检测报告结果不管如何都不能免除交通部港务公司他自己就维管的责任应该做的检测。宜兰县政府嘛强调，所有采购拢依照采购法规办理。但是被指控的担任郑教授团队和建兴科大校方拢表示，宜兰地检署已经派员来学校调查，调所有的合约资料，专案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静态司法调查的结果不方便对外发表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日本工商会发表2019年对台湾政府政策建议的白皮书，包括着投资者用电的问题、废除对日本食品进口的管制、加深化台日合作等等。日商也希望台湾会当加入 CPTPP， 深化两个国家的合作关系。日本工商会理事长石川公也甲白皮书亲手交予国发会主委陈美玲，这内底写的全部拢是2019年对台湾政府政策的建言，包括排除投资障碍、解除供电的纪律、废除对日本产的食品进口管制，还有深化台日合作等6大项。而且用民间企业的立场，希望讲台湾会当加入去 CPTPP 下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米中の貿易摩擦の関係で、世の中の経済が大きく変化を迎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と。台湾経済にとりましても、日本経済にとりましてもですね、こういったピンチを逆にチャンスと捉えて、新しい分野で一緒にやっていく道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日本工商会表示，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冲击，台日双方上要紧的是建立台日的供应链，所以希望讲政府会当来研究推动台湾企业甲伫台湾的日商合作投资第三国的具体支援政策甲优惠措施，像讲减税等等。另外，日本311大地震已经过8档啊，毋过到目前为止，台湾也是禁止日本食材4块5的管制食品，建议政府应该要有科学的根据，进行正确的判断。这一件我们当然知道，去年因为有公投的关系，那因为有法律的一个限制，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开始了解他们的问题之所在了。那只要我们再努力一下，应该慢慢的就会有一些进度跟成果。陈美玲表示，去年台日双方贸易的总金额是672.2亿美金，比2017年成长7.17%。而且去年日本对台湾的投资案有525件，投资金额是达到15.25亿美金，是增加138.1%，是最近这几年以来上悬的。面对一直改变的全球经贸形势，真欢喜看到日本对台湾的投资行业从制造业发展到金融服务、大俗餐饮、线卖等等真侪领域，而且继续稳定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争议真久的立省疗养院入口异常院，疗养院伫咧下晡也举行说明会。不过民间团体也质疑讲，因拍算要将现有的设计案来硬甲通过。民间团体也认为讲，现有的方案若破坏景观，也无符合院面的需求。不过院方也强调讲，今仔日只是说明进度，听取院面的意见，最后也爱文资委员甲文化局共同来决议。保护院民安全。
会议也未正式开始，双方就一直冤家，因为陆生疗养院院方4号下晡举行回龙捷运站入口意向案说明会。会议进程就和民间团体质疑，院方拍算甲现有设计案共通过。今天要先确认到底可不可以修正，还是你们其实要强行通关？民间团体讲，这阵设计入口意向案，唔若破坏陆生景观，对着移民来讲，也无多亲像过去同款，慢慢来骑坐代步车。出入公园区甲外口社区，敢若亲像第2摆互隔离，而且电梯路桥的设计也无适合移民，不过却是引发移民两派无同意见。大家一年老啊，一定爱代步车。你坐遐侪人，过去中学，我迄天坐捷运，我坐代步车去，结果我袂赴通好来，嘿，过3就过去啊。这钱谁的钱？唔是百姓的钱吗？百姓的钱抢出，大家你我大家拢嘛来出对啊。哦，所以我才讲，这个代志吼。若未解决，就是用图书馆。因为民间团体也家己传卖句，甲院方代表对骂，会议被中断过两摆，双方唱卖句，唱咧讲话。今天的说明会只是让院民知道我们现在做到哪里，并不是它是最后的版本。院方强调，这个案件也伫文化局审查中，说明会主要是听取移民的意见，汇整各方意见了后，最后由民主委员会甲文化局共同讨论，才来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文化大学昨昏伫梅花旗大学野球锦标赛摕到第14摆冠军，不过队员陈伟豪有一寡违规的动作，甲个人的行为却引起争议。文化大学也表示讲，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尚无会甲禁赛3场，违反校规部分会搁再开会讨论。梅花旗大学棒球锦标赛冠军战，文化大学甲台北市立大学分数正悬。六局顶半局文大出局1-3队有人，陈伟豪出场。查到了，查到。拿球条故意去往碰到身躯，去互主审认定讲是歹球，陈伟豪做出这个动作。条故意甲球棍落去涂骹，了后佫旋转去本垒，拿球佫讲歹听话，主审直接行过去，向困性内底甲伊问话甲警告。球队球员引起争议，教练团表示，迄当阵就甲因讲行为无好，嘛有向主审来回释的，而且因为互大家有无好的感觉来甲大家回释的。文大校方测试表示，违反校规的部分会送中天会来讨论，为着要维持球队的纪律，另外佫会处理。至少是3场禁赛的处分，并且我们会委请个别的老师还有辅导人员，会对这名选手进行个别的一个品格辅导教育。棒球协会秘书长林宗成讲，学生的棒球比赛一年落来有1000多场，学生有当时会突袭，这嘛毋是头一届，嘛袂是上下尾一届。重点是这寡球员拢是学生，爱互因改进的机会，爱互因知影毋通为着赢用不好的手段。当下自己，让球员不要存侥幸之心，就盯着你有没有改善、改正，对不对？因为这种不能让这种事情不能让他所谓的让他泛滥，也不能让他去影响别的球员。有一部分的网友认为，学生棒球品德是上重要的，佮加上文化大学是甲组的强队，有指标作用，应该甲因的冠军取消。棒球协会是表示袂安尼来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位小姐，因为照顾破病时代压力真大，出现着米无煮就甲生食的情形，去到精神科互医生看，才知影家己的心理已经破病啊。也透过食药啊，甲心理咨商，已经慢慢在来恢复。医师也提醒讲，若准来破病，就要勇敢面对问题。白色的青米爱煮好食，变做饭食起才会 Q 个香。抑过高雄有一个查某人，因为照顾破病的是大人，遭受真大压力，爱食青米来释放压力。我吃了一口，后来就觉得好有快感，就是我就是会有一种压力的释放，在半夜的时候会自己醒来，然后把自己关在厨房里面，然后就是会大概2到3天吃完1包的生米。这查某人讲，食青米的做法，家己也感觉真怪，所以拢伫半暝偷食，也造成腹肚痛、喙齿拢白去。等到去看医生，才发现讲得到异食症。医生研判，青米甲伊所怀念的已经过身的阿公有关系，才就又食青米来想到细汉时阵的幸福感觉，释放压力。一个时间点，他发现，这个米的香味很像他小时候的一个快乐的时间，所以当他每次出现压力比较大，
或者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吃生米。他有看诊嘛，然后也有做咨商，那这个其实搭配的效果，其实会让他先把每天生活里面的事情先安稳，以后才可以挪出空间，让自己好好想一想，我要怎么帮忙我自己。医生讲，伊是症患者，一般无愿意叫医生看，等到身体出状况才被发现。不过伊提醒，这毋是无药通医。像这个查某人透过药物加心理咨询课程就找到原因，而且也慢慢增强改善状况的自信。建议有相关情形的民众爱勇敢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教机关为学校伫咧深山那内，也因为学生囡仔较少，路头佫较远，营养午餐也真歹款。嘉义县政府也甲中华邮政来合作，也请邮便师送批时阵，也送一寡菜色甲鱼肉肉去到学校，来互这学生囡仔中昼顿逐工拢嘛食甲鲜佮青草营养。工作人员甲青的食材一箱一箱放过了后，准备要就车送去山顶的学校。嘉义县偏远山区的学校因为交通无利便，所以中昼顿食材运送嘛无法度甲平地学校有同款的品质。即马嘉义县政府试办甲中华邮政公司合作，要来提升学生中昼顿的菜色。比以前怎么样？分量增多一点。菜有没有比较新鲜啊？肉啊，菜有。那整个午餐的品质提升了很多。那当然，小朋友在吃了很好的午餐以后，那读书当然更有精力，可以把书读得更好。邮差为着送批，不管偌远，同款拢会来各乡镇收批、寄批，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嘉义县政府选择三美、新美、第三甲大埔各中国小4间学校来试送食材。这个是试办性质，如果说以后如果顺利的话，我看我们还有可以扩大举办，解决偏乡的运送食材的问题。用这个大宗物资的这样的低廉的这个收费呢，降低整个运送成本。那我们的学生除了可以享受到这样低廉的运送成本，那它提高它的一个食材的一个品质。目前这款专车运送的方式，一礼拜会有2摆至3摆，用10月的方式来算钱，由4间学校做伙来分担。学校嘛表示，算下来一个人平均会当省5块的成本。虽然运送的频率甲过去相同，但是实在会较轻。未来嘛会考虑要增加菜色，也是餐费收较俗咧，替学生做上好的拍算。记者综合报道。古早八音新郎骑马，新娘坐轿，这款情形也出现伫金门。也金门有这款的特殊风俗，特别伫古节日办一个传统婚礼庆祝剧，迎娶队伍也经过大街小巷，有影是真热闹。头前2摆鼓吹队开路，新郎骑马真请雅，后壁新娘坐咧花轿内底，迎亲的队伍行过金门的大街小巷，相当的声人目。也毋过，这并毋是真正婚礼，这是伫咧全国古节日所上演的传统婚礼行动剧。今天大概就是第一个迎娶，第二个呢就是拜那个宗祠、拜家庙，大概就这是2个重点。真早的时阵就是安尼生也好，前你知影80年就是安尼也好，行菜骑马，新娘坐轿。不过你知吼，结婚我民国50几年结婚顶创车无创到轿啊，有法。现代金门人迎亲已经是坐车，并无光轿。也毋过，庆林古路保留真侪万式的建筑，迎亲的队伍一出现，时间敢若等于到古早进前。按照传统的古礼，入门拜祖先，春庙拜神。上后尾，新郎伫咧宗祠进前接受抱新娘过医疗的考验。现场民众看了，也感觉是等于到家己当年结婚的时阵，画面相当的趣味。迎娶拜天地这样。去宗祠或者是去家庙拜拜这样。那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觉得带小孩子过来看一下金门的传统文化，感觉还蛮不错的。金门是这些文化资产密度最高的，最值得我们子孙来好好的保存。英国居民的生活，特别是婚丧喜庆和砖头的关系真密。这边伫咧古节日呈现传统的婚礼，然后对着时代变迁有淡薄仔稀微的古节，又搁闹热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埔里的爱兰大地，因为地形亲像一只船，旧地名号做是船山。当地的社区也想要拼在地产业，在今年的船山文化季，特别规划着社区旅行，带游客来熟悉船山，也做亲像土角厝的芳，实在是真有特色。大人徛伫囡仔边啊，斗点火耍蹦牛赛，这是济伫农村社会大汉的囡仔才有的记忆。这条落家的路较早号做牛落家，因为永春3不5时就有牛出入入，啊，这也是囡仔批有够爱来的所在。行来个食，啊，拢直接放屎，啊，囡仔做嘅，啊，就用个大炮，啊，用个慢心的心抽起来。他都个点嘞，啊点完该会使走啊。好玩。为什么觉得好玩？因为它就泥土就翻上去了。还有没有吓一跳？没有。以前有玩过？没有。没有。那要不要再玩？想。南投埔里爱兰社区，美国高6号高架桥看过去，地形那亲像一只船，所以伫咧清朝就互人叫做船山。200多年前，平埔族也阁有汉人小连线来到这，促成地方多元的族群甲宗教文化。社区特别伫咧船山文化季期间办在地小旅行的活动，带游客熟悉爱兰在地朴实的面貌，非常的有趣，他可以认识在地化的一些。社区里面的人文啊，还有一些风景，这是以前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透过这个活动呢，就可以更了解我们在地的文化。这样，伫咧社区行大，四界拢会使看到土角厝，当地咖啡笋是有够出名。透过做咖啡笋泡菜、做土角，也阁有烘土角香等等，互更较侪人看到地方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医学上新的研究。有一名经架头以下拢袂顶袂动的查甫人，透过大脑的信号，成功控制穿伫身躯顶的机械体壳衫，也会当互伊身躯会当行路，会当震动路。30岁体波真侪年进前拄悬的所在烧落来，因为伤到龙骨转来造成半衰。2017年接受法国 Quantic 公司甲格勒诺伯大学的外骨骼研究实验，穿规身躯的机械体骨壳，透过接受大脑的信号，成功互伊搁一摆体验到行路的感觉，嘛互伊大声话讲，感觉就若像爬起哩月球的头一人，伫历史面顶留名。And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study is that implants at either side of the skull were able to detect and translate into, as it were, computer movement impulses of the brain, so that the individual wished to move and signals were sent enabling them to move in principle. 研究团队设计出无线脑机的系统，甲2个记录装置用手术的方式，装置去头壳的2边，一个记录器内底有64个电极，会读大脑内的信号传入去电脑，再个透过演算法转换做指令，互机械体骨壳会当震动。This person obviously didn't move in practice. What was performed was movements of an avatar on screen and an exoskeleton in all 4 limbs. And that's new. It's never been done from the brain controlling all 4 limbs. So that's exciting for this domain of research. 这项研究放刊伫咧上新一期的医学期刊内底，替行动不方便的人带来一点仔希望。不过个嘛，因为相关的科技还未真完整，目前佫未提供予身心障碍者来使用。It's got a long way to go. It's got to be better than those other controls that we already have, which are not brain controlled. They're controlled by voice or by blowing or sucking. 1950年以来，人类一直伫研发新的科技，想要予身心障碍者会当自由行路。脑部控制刷震动的技术若是发展好，会予现代医疗科学开始一个新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日时，台湾各地头甲外岛拢是济云到好天，敢若东北部、东南部以及着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阵雨。也在明仔载暗时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北部地区可能会雨一阵一阵来。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3度到32度。中部地区为23度到33度。
南部地区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3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4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西班牙看人个船比赛。也感谢恁的收看，我是嘉豪，咱再会。